相片单雷。细汉的时，朋友定定会问我：你太无老爸？我就应：我有老爸。朋友阁问：哪会拢毋捌看到伊？我讲：伊出外去。转去问阿母，伊讲：戆囡仔，逐个人拢嘛有老爸。伊出外去。阿母点头。出外去倒位？阿母点点都无应。从我出世，我毋捌看到阮老爸。较大汉啊，阿母才甲我讲，我未出世，阿爸就互人掠去，关伫监狱内底。我惊一条，我的阿爸是歹人。伊杀人，阿母害头，伊抢人，搁害头，骗人，又搁害头，最后才讲，你的阿爸毋是歹人。搁问，伊就毋讲啊。所以我毋知影阿爸为虾米互人关。结婚前一日，阿母摕一张相互我看。舅舅啊，阮黄家规家伙10外人，阿公、阿嬷、大伯甲3个阿叔拢伫遐。阿母做少年，手里抱一个婴仔，讲迄个就是我。真古怪，上界边仔一个查甫人，20通岁尔，毋是迄个，是有用话的。母啊讲，总啊，即个就是你的老爸。今仔日伊若是有看到你要结婚，一定真欢喜。我第一摆看到阮老爸，迄时我知影伊袂阁转来啊。阮老爸伫监狱内底收到即张相，摕互关做伙的朋友陈先生看。陈先生讲，无猜恁5兄弟干那欠你一个。伊真够画图，就甲阮老爸画去你相面顶，拜托人头掖出来互阿母。我即摆犹会记得，阿母定定讲，戆囡仔，逐个人拢有老爸。伊嘛有讲，阮老爸毋是歹人。